朋友早早欢迎收看8月初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今日起先来关心，昨暗这台北市卫生局是搁在公布，联工公司的烤地油有检查出苯便比无符合规定，已经预防性落架。另外，进前这烤地油的原料供应商维嘉公司，有人查到有滥掺中国进口的烤地纸，佮标示做国产在地原料，是已经牵涉到诈欺。即马包含维嘉的采购人员，佮一个中间的厂商，拢已经成押核准。又有烤地油苯便比超标，联工国际企业有限公司自主通报，所卖的百年长冷压黄金烤地油，检到苯便比1公斤6.3微克，无符合规定，是标准的3倍以上。这项产品是由家己的限量法供应，联工进货了后，敢若伫家己的门市咧卖，业者进货300罐，其他还未卖出去的218罐是有风险落架。台北市卫生局获报，第一时间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该公司进行稽查，并以责令下架，不得贩售。那像进口中国烤地纸南来用的维嘉国际公司，洗涂的实际负责人互检调约谈，透明核实了后100万交保，洗金的登记负责人50万交保，洗出的采购30万交保。今日地检署嘉宾暗调调，维嘉圣诞的采购人员，还有圣诞的采购中间商，先后成押核准。就是即摆的永丰鱼为外制作咧卖的在地金花小果烤地油，检到苯便比超过标准，经过业者自主通报，后手市面的高姜3甲丁无烤地油，拢互人发现有异常。问题油的源头拢指向维嘉公司甲家己的原村制油厂。北检怀疑维嘉公司买国产的在地原料，实际若像有进口中国的烤地纸，才搁互原村代工生产。专案向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方向侦办。若北检有动作，加检同一天也分真侪条路，搜索原村制油厂、梅山地油生产合作社等等，查扣进货的单仔，约谈业者姓吴的兄弟，先后拢互人请回，会继续理清烤地油验到苯便比的原因，敢有牵涉知情无通报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同款甲钱有关系，拄则是做好代志，也毋过这是诈骗的歹代志。有一个姓刘的查甫人，伊讲伊引进这外汇投资的方式，搁再加上 AI 来斗操盘，讲投资逐礼拜拢有红利会当领，一档就会当甲本金领倒转去。也毋过事实上，煞亲像是鸟鼠也会共款，一档挂了后，就无互这投资人搁继续领到钱，非法拐走3000多万。这姓刘的主嫌已经去互检方叫去问话，以40万块来。看到镜头暗领随扭起来，甲面拢总炸条条。这个姓刘的查甫人涉嫌主导一场骗局，甲伊姓詹的情某两个人拢去检调带转去，透明复审。原本拢用100万来交保，却因为保证金装袂交，尾啊保证金才降到40万。惊出地检署雄雄就举起来，手提卡网就对镜头安尼甲弹过。这位是涉案的姓陈的业务，问话了后50万交保，也毋过伊攻击一摆无够，佫想要攻击第二道。犯罪那么嚣张是不是？检方约谈的名单，也佫有这个姓王的公司，伊去用以100万交保，啊毋过同款是装袂出钱，降保了后同款嘛是装袂到，上后壁是限制自己，甲过去大出手签约买车的模样，真正是一顿差高笑。感谢公司所有的后勤跟公司所有的主管高层举办了这个活动，让我可以得到1分的这个大奖，感谢我们。北检测试约谈9个人到案，怀疑姓刘的主嫌等等的人，涉嫌对2023年开始对外喊讲对马来西亚引进 OPEC 新的投资外汇方案，伫台北桃园也有台中等等的所在，定定咧举办说明会，甲人讲什么毛赚的，将投资金换做是美金，佮用 AI 演算法自动操作买卖，碰风讲会使每一礼拜拢领红利，啊若满一档就会使甲本金领转去，年化报酬率上悬134%，也毋过才过一档外，就传出讲红利本金付袂出来。初步算算的非法吸金超过3000万，专案依照军行法，也佫有加重诈欺来侦办。你有看过你女朋友吗？还没。对啊，你那个叫诈骗的啦。过来看另外一个诈骗的案件，这是一个61岁的查甫人，伫网络顶甲人交朋友，去方便甲恁弄死，险险啊甲金融卡交出来。加在台北市的警察接到报案了后，马上赶到现场来甲主动来甲考劝，才无互变做是诈骗的人头考责。记者综合报道。
顶个月，伫咧屏东滨南工业区一个做乌质款贵金属公司的董事长，伫咧引导去互人杀死，检方落尾伫咧台中有抓到一个嫌犯。这嫌犯是一个姓林的进前的员工，讲是因为欠钱逃走入去董事长引导要偷摕钱，结果互人发现，毋则甲这董事长甲杀死。即马嫌犯是已经羁押禁见啊。头戴安全帽、穿白衫、骹手白手铐的查甫人，就是涉嫌杀害滨南工业区乌金属公司董事长的嫌犯。初时下晡，警方和检察官大动作，把这位姓林的嫌犯带到邦山家乐伊睡厝的所在，敲找犯案的证物，和嫌犯带做伙的太太，嘛互依照关系人的身份，到现场协助警方厘清犯案的过程。下晡6点外，嫌犯带回刑事大队侦讯。欠钱我唔知，毋过因老母当阵因老无钱，拢会找因老母。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想象不到。真的哦，听说他这1年都没有工作。他就是从离开之后。为什么要杀人？是为了钱吗？顶个月2日，乌金属公司姓黄的董事长，互后生发现死伫邦寮太湾村的厝内，因为厝内监视器拢故障，调查有难度。警方是过滤邦寮过6000支的路口监视器和死者的通讯记录。经过10多天，锁定公司这名34岁姓林的前员工，伊因为欠钱用，到董事长厝内想要偷摕，结果互发现，才甲董事长拍死。警方伫台中找到嫌犯时，嫌犯嘛承认犯案。对于犯罪现场也多次重返勘查。另外，我们清查被害人交往的对象及公司的离职员工与保全人员数百人，陆续前往被告林南位在台中市以及屏东县的住处，依法执行搜索。检察官也亲赴屏东县住处履勘，并指挥专案小组采集唯一基证，查扣涉案的物证。专案经过检方透明审问了后，认定姓林的查甫人涉嫌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漏跑、掩灭证据和串通证人疑虑。初5早起法院裁定，把这名姓林的嫌犯羁押禁见。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我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也是真烧热，高温有32至35度。气象署也是继续来针对9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伫部分地区有可能会热到超过36度，尤其伫咧宜兰、花莲可能会透火受风。今仔日过到了后，中南部甲各地山区拢要注意会落西北风。而且阴暗开始受到风台外围云系影响，伫西半部地区会开始较高落阵雨。预估这风台伫咧即个拜6到后礼拜1会上接近咱台湾。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咱先来看联合报。国际研究指出，听力受损愈严重，失智的风险就愈悬。针对敢要全面来进行成年人的听力检测，国健署表示讲，目前是以老大人的6大功能评估来进行第1阶段的体检。再来看自由时报，台南市前议长郭信良涉嫌将民众关注的政治现金用来还伊个人伫选前欠的钞。即马台南地检署侦结查出伊侵占公益款项1072万，是依法来提起公诉。落尾是中国时报，国军汉光42号演习起果，今仔日台北的重点是伫咧淡江大桥要来演练主动的行动。因暗8点到明仔早起6点为止，淡水往北里是全面管制。或者汉光42号的演习维持9暝10日，昨第1天包含着空军 C-130运输机，也有换上2000个战机，是已经飞去花莲来演练战力保存。另外，9条的部队即届嘛有加入演习，而且是来使用美军援助的 M4A1 步枪。航空602旅2架 UH-60M 乌鹰直升机演练岛上兵力，国军汉光42号演习头1天，陆军第4作战区严整部队快速机动能力，出动 CH-47SD 运输直升机、乌鹰直升机，要载上官兵去战术位置。陆军564旅演练跨区增援，乌鹰直升机载上步兵上北，展开长途机动任务。空军嘛接命出动进行战力保存 C-130运输机大型飞到花莲。换上2000战机按新特处罚执行战备转场，飞到花莲嘉山基地。今年汉光演习维持10天9暝，主题同款是实践化采取无剧本、临机应变的方式，小耍宣示演练的状况，考验官兵正确判断的能力。防部模拟中军可能登陆东部，工兵部队进行另外道路阻绝设置，完成中军行动。海军海防大队雄龙飞大艇伫高雄喷走，要赶去战术位置，反制中南威胁。
海军的船舰嘛赶紧出港，海巡的同艦有含中国的船只交手过，这个防看就是飞航去贵阳港警报。如果说共军飞弹的射程，它飞行时间是20分钟之内的话呢，那其实理论上来说，这些军舰的话，可能就必须在20分钟之前就紧急出港。这时候呢，不管人员有没有召回，针对中共反台可能占平遥做攻台基地，平埔演练防护关键基础设施，战车大规模来到尖山发电厂，部队演练和敌军交战，实施战伤救护。高调部队嘛来参加航空演习，加强实战化作战的能力。高调员会至新北海宣布展开实弹射击。台北后备路伫下方做临战训练，实手操作120空迫炮，美军援助 M4A1步枪，嘛对外公开会当提升后备部队军兵的战力。这次教招的亮点之一，就是招援手上这把美方援助的 M4A1 步枪。相较于过去大多使用65K2步枪，这次的这个 M4A1 步枪呢，可以帮助招援调整枪托，以及在火力跟性能上面都有所提升，有助这个使用在城镇战上面。吸取美军的实战化的经验。来协助提升我们的各国军的作战能力。汉光实兵演习进展，中军对台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国人表示讲，在演习期间，面对中国的侵扰，国军拢有应对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这罗西亚甲乌克兰两国之间的情势搁再加悬，互相咧指控对方攻击百姓。伫咧乌克兰这边也公布一段影片，会当看到一个菜贩仔是去互罗西亚的无人机来对杀，而且是当场发生爆炸，好加在这贩仔命搁保有条。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来批评罗西亚对杀百姓，要求国际社会应该来追究战争罪责。乌克兰官方公布的影片显示，罗西亚无人机伫空中困逼，穿乌衫查甫人坐伊的单车来米来米去，无论伊米倒位，无人机就是一直甲你。伫个查甫人走去车头前方向的时候，无人机向伊冲击去，搁家己爆炸。加在即个伫乌克兰南部显现上卖菜色鸡子的贩仔大难不死，敢若脚只甲两只脚掉伤。Жінка почала тікати, а він почав розвертатися і це ж над машиною. Я йому показую, що дивися овочі, це нічого там такого немає. 查甫人讲，因某迄阵大声叫伊紧走，不过伊迄阵伤紧张，唔知要走对倒位去。Степ, там нема до бомбоубіжища. Та, в принципі, не до того було, чесно. Страшно, звісно, страшно. Ну, как-то вот та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社群媒体公布这段影片，讲这就是罗西亚杀害民众的证据。自从俄乌战争以来，无人机直直攻击民众。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数据，至少有967个人死亡，将近7000人受伤。联合国伫去年10月就捌谴责讲，这种攻击已经违反人道罪。除了用无人机，罗西亚伫随时发动大道飞弹攻击基辅甲附近的地区，拍着主体的大楼甲几啊座仓库，造成至少15个人死亡，数十个人受伤。罗西亚国防部指控讲，这款设施是用伫军事目的。另外，乌克兰持续用无人机对罗西亚上大的电商发动空袭，讲这个电商为俄军提供无人机零组件、导航设备甲其他装备，同款早就令家厝造成伤亡。目前两国拢否认攻击对准民众，发生以外战争各咧军假。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无人机看煞，活来看火箭。这伫咧台湾时间初5下晡2点35分，猎鹰9号第2只火箭是去弄到月球的表面，有上千栋的鹰鸭甲碎片飞起来。科学家目前嘛正咧观察甲分析。这要弄到月球的猎鹰号火箭是2025年1月升空的，在稳定了月球的无人探测器。照过去的惯例，猎鹰9号火箭升空了后，一定的时间内，第1节的火箭会脱离，而且返来地球；第2节的火箭会照太空舱、卫星还是探测器飞去设定的轨道。As you all see on the webcast, the first stage returns to Earth, but the second stage we need to appropriately dispose of. So for low Earth orbit missions, we nominally would perform a burn or a maneuver to
demise the second stage to appropriately deorbit that stage. But for high energy missions, we need to perform a different maneuver. 科学家的意思是，这个火箭甲探测器送去月球的轨道了，第二则离地球伤远，无法度就登去大气站，互伊家己小气，是互伊伫无妨碍未来太空飞行的条件之下，变作太空本素。但是受到太阳、地球和月球三方的动力的限制，这个当适当的废弃金属是咱入去月球的动力限制，结果弄向月球的表面。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国际阁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伙来看世界。伊朗的外交部表示，伊朗甲阿曼已经同意一条互船只会当通行过荷姆兹海峡的航行路线。不过，敢要开放，就要看这美国敢会照约束停止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罗西亚的国防部表示，伫咧乌海阁拍到3只货船，这是影响到乌海的航运安全。全球的马亚马龙机起价，外界就咧烦恼讲，这乌海有可能会变做亲像荷姆兹海峡安尼，贸易受到阻碍。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病例是直直增加，已经要超过4000例啊！美国国务院是宣布要阁提出2亿4200万美金来支援民主刚果的防疫。今麦咱台湾的 AI 产业大发展，不少企业拢想要抢咱台湾的人才。法务部调查局嘛公布讲，有查到17间中国的企业是假做台资、交外资的身份来台湾非法污染的高科技人才。真侪调查官出动来搜查详细核对企业提供的资料，目的就是要找到藏伫台湾的非法中国企业。台湾 AI 产业链发展真好，半导体人才却是同时和中国企业非法的污糟。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从事挖角我国高科技人才案件，总计动员超过330人次，搜索64个处所，询问114人次。互查到企业总共17间，未少有名也是有这个官方背景，像是国科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中国官方认定重点 IC 设计企业。伫110年11月，互美方列入军事最终用户贸易黑名单。要上海维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伊原来就是国有科研院所，另外也有被列为中国国家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深圳通瑞微电子，互第2摆查到。不是很单纯，所谓一个人不见或一个工程师被吸收走的问题，关键性的人物，那他可能不是只有知道怎么做而已，他甚至知道这整个团队有哪些人，那甚至于说，那我今天做出来之后，我要怎么去验证这个东西？那当然不可避免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国安的一个风险存在。对109年底开始，调查到上百件相关案例，大部分假外资、假台资，也是无经过核准熟悉据点来暗藏因的身份，结果用真悬的薪水污人。专家分析，台湾人才价值包含特殊重要技术加产业链的人脉，是采用营业秘密法。营业秘密法不论在罚金还是在刑期上面都太轻微，无法遏制中国挖角台湾科技人才。所以行政院在2023年和2024年，分别订定了国家核心关键技术，通常就是寄出国家安全法。学者分析，准国家安全法有更加重的刑期加罚金，不过第一个科技发展，准资通信产业设置的中心上重要技术，只有先进封装加先进制定，建议会使讨论搁再扩大甲 AI 伺服器这相关技术也包含在内，避免空壳公司来偷走台湾宝贵的人才。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暗算对9月中开始，除了要管制因中国人出境，中国的海关嘛会当要求要来检查入境旅客的手机啊。咱的陆委会主委曲水正就警告讲，台湾人去中国的风险恐惊是愈来愈悬。另外，针对着这两岸学生的交流，有监察委员发觉讲，无通报的情形是真严重。陆委会嘛表示讲，中国统战的目标是有愈来愈少年，所以会佮加强分辨统战的教育。中共当局7月底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理由，大幅扩张人民出入境的管理。陆委会主委示警，新规定是甲原底就有的管制明文化，台湾民众到中国恐惊会面临更加严重的人身安全风险。禁止你出境就禁止你出境，没有法定的要件。没有清楚的法律规范。
条文规定，中国公民若是伫海外做互人认定有危害国安，还是离境活动，返来中国了后，当局就会当禁止伊3天内搁再离境。当然，旅客出境的时，海关有权力问原因，甚至要求检查手机电话的电子数据。民进党立委苏巧慧认为，中国已经明显进入维持稳定大过一切的状态。话讲，陆委会应该对咱国的国民有更较全面的宣导。这个电子数据呢，在中国实务执行起来以后，包括什么呢？其实包括手机、电脑，甚至你的社群媒体内容，甚至是云端资料，都有可能成为审查的对象。中国大陆的学生也经常打电话来陆委会说，他可不可以来台湾留学？但是你们的出入境管制就是不让他来。这是公布的入出境的新规，它也是说在既有的钳制人民的这些手段上，加上一个法制化的外衣。中国最近继续透过各项科学研究、在业比赛等等的手法，吸引台湾青少年学生到中国交流。不过，为人数来看，是坐过中国学生来台湾，除了无平衡以外，漏报的情形嘛真严重。陆委会表示，会继续会同教育部强化识图教育。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学生或者是多少的学校没有通报的数量，你没有掌握吗？由于教育部主管机关他比较常去做宣导。现在通报量比较多了，在这个情况当中，他有说要推动大陆的视读教育。那大陆的视读教育，它的范围多大？去之前要先读完这笔视读教育，他有然后才可以去大陆做交流。会比较适合不要说人家它就是类似像看统战行程，统战的爱国基地。目前两华直航有15个定期航点，甲13个包机的航点。立委张志伦反映有台商希望增加，解决来往民众搭伫小三通的状况。陆委会主委回应，目前航空业者无稳定，嘛透露咱国的直航业者一直咧申请增加往上海航班，不过无得到对方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桃园有2位桥倒摆民众，去互随落来伫涂骹的电线勾着阿妈棍，2个人全咧摔倒累残，好佳在是无造成生命的危险。桃园大园的中正东路半暝是暗暝末，经由后壁车的行车记录器画面，因看到头前2个少年查某囡仔，正伫骑机车，骑无偌久，2个人竟然拢摔车跋倒，令高，看起来真惊险。经消接报了后，赶紧甲人送病院。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并通知台电人员到场维护。2名骑士均受伤送医，经实施9测纸均为0。经过一调查，2个人是互落伫涂骹即电线甲暗棍勾掉咧，造成摔车受伤。附近民众是讲，案发进前台电人员坐摆来维修，结果还是发生这个事故。警方是通知台电人员进来，甲落去的电线架掉提走。在那边弄了也好几个小时。然后他又开电又爆，又开电又爆，然后第3次好像一台车来这边，不知道怎么弄的，离开不到20分钟，又爆一下而已，就摩托车就滑垒了。人员也在立即在现场就有把这个断掉的这个电线拆除，并且更换线径比较大的这个线路，来维持我们的用电安全。警方呼吁若发现路的有落去的电线影响交通安全的障碍物，应该赶紧卡110来处理，赶紧甲危险排除。也若专家建议讲，暗时暗摸摸看较无，骑车的人爱骑较慢的，骑车毋若看头前，也不时看顶面，尤其是风雨了后，更加爱注意落来电线也是手机。掉落物或者掉落的电线，其实虽然有必须要注意的要求，但是我觉得如果发生交通意外的话，主要还是要从源头来找必须要负责任的对象，台电站要负主要的责任。专家讲，除了呼吁骑车的人爱提高警觉，较细腻的更加要求台电应该做好电线的维护，对源头避免相关的事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进前有民众咧等车红灯的时阵，发现头前的公具有物件落落来，我过去看才知影，竟然是一只狗仔。这新北市动保处去调查，主人讲是伊甲狗仔饲伫咧楼尾顶，有可能是因为单位讲这狗仔着惊死过丛，毋才会摔落来。不过动保处是认定这个主人违法，该罚15000块。这个车差不多暗6点外，民众赛车经过树林啊中山路，伫停红灯的时阵，发现较远的所在有一个公寓，敢若有啥物物件落落来，赶紧去看，竟然是狗仔，准是讲狗仔防苦毒。通报新北市动保处调查了后，是将饲主甲狗仔饲伫因兜厝顶的露台，狗仔敢若互单位讲惊到，顺头起来的物件对顶原背，因捅出来，老板行几10公尺，结果不幸摔落来。
饲主未妥善维护饲养环境及做好安全防护，依据动保法裁处15000元罚款。受访的槟榔大概厝边讲事发的时阵，伊无伫现场，但是看到狗仔上尾摔落来是落伫个乌托摆边啊。伊讲狗仔是饲主领养的，其实是真疼惜，但是伊做工课早出去，真暗才转来，这个狗仔暂时放伫厝顶，只是狗仔进前嘛捌摔落来受伤。原来他就掉在那，就是掉下来，就是他们的那个帐篷就掉下来，有受伤啦。后来过2天就从这里掉下来了，就这样子。这不是第一次掉下来哦。对呀。动保团体讲，这个案例会当看出饲主的责任爱加强，除了把狗仔饲伫厝顶，有晒日头压雨的风险。另外，狗仔的听觉是比人类较赖，有会听到单位讲的声，会惊到，也是有激烈的反应。饲主应该好好去了解这行为，做好防护。以狗来说，它可以听到比人类更高频率跟更细微的声音。要知道生活当中所有会对动物造成刺激跟危险的事情，那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饲主，就是应该要去做好这些防护。新北市动保处提醒饲主，若是住伫关老站有露台的所在，应该好好来设置防护网，也是围栏这安全设施，避免狗仔猫仔因为风惊到，也是好奇被气的结果发生摔落来意外。饲宠物唔但爱提供基本的照护，更较应该爱排除潜在的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在台南市昆新的海堤公园有回收的鹅饼熊熊倒火烧甲真旺。这渔港所表示讲，其实进前就捌有人为着要捡烟线去卖，就来偷放火的代志发生。即间敢是有个人偷放火，会过来调查厘清。红红的大火一直烧，清出来乌烟，就连几公里远的所在嘛拢看现现。台南市消防局晚到11点多接到通报，讲市昆新海堤公园火烧。消防到位一看，发现倒火是蹲伫海埔等要回收处理的蚵仔粿，因为天气热，海风骨头附近水源不足，到下晡4点多也搁伫烧。消防干来当先救水线，莫火愈拖愈快。因为现场的水源比较匮乏，我们建立起循环式供水。那我们目前要赶快将火势扑灭，然后减少空气上的污染。之前类似有人要去这个收它下面的一些铁丝，有去做这个纵火的行为。那当然这一次的纵火的行为，还是等到这个鉴识科他们来做确认。渔港所表示，这批回收的蚵仔粿原本7月底进前都爱再去焚化炉处理掉，因为经费报告才会吨较大，是不是有人调工放火烧的，佫需要等提进一步调查。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英国就定都发生火烧意外，政府要对饲蚵仔产业杀循环经济，这几年煞一点进展都无。火烧唔有安全问题，佫会造成空气污染，相关单位爱好好检讨。这些东西在海边，从过去一直放火烧回收铁丝，到现在我们看到回收堆置区也堆了很久了。然后到现在整个起火，这个是不可以原谅的事情。我们台南市疏于管理，我们台南市对于这个部分非常的怠惰。我们台南市以及中央政府、渔业署，这都是你们的责任。环保局表示，已经在厘清回收原因，若是查到行为人，会照空污法相关罚10万。那渔港所讲，已经有甲渔业署争取经费，5万到月底进前，会当甲这片海埔墩的蚵仔粿全部处理好势。记者李新武、柯家族、柯朝阳台南采访报道。各建署有举办一个互动体验的展览，希望会当互老大人提早来了解身体功能的变化。若阵有发现到退化的问题，也会当量早来应对。3、4、5、6、7、8。这咯，听起来，看老大人敢有法度伫时间内完成。若这个活动的宗旨，会当互时段听看卖耳康刚好。这个展览除了透过耍游戏的方式，互时段初步先认识到家己身体机能的变化。现场也有专业的医术人员替时段评估，提供专家的建议。针对视力的时候，我们会透过像是这样的检测卡，那譬如说这一张呢，它是远距离的，我们就会放在3公尺的距离的时候，让它能不能去判断说，它能不能看清楚缺口在哪里？主要是针对它能不能满足它日常生活所需。那它如果看不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它，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去眼科去做个检查啦？国民健康署参考世界卫生组织中北整合式照护的指引，推出互动体验的展览，就65岁以上的时段来量测。若是发现功能有退化，才通用早介入处理。国健署表示，至去年为止，已经有超过36万的时段接受过检测，平均室内底都有一个需要搁进一步评估。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推倡的，就是用一个简易的方式，让我们的医疗人员可以协助我们的长者去辨识出我的内在能力
好不好，有没有维持住。国健署表示，并对高龄化、减慢时段失灵甲失智是真要紧的代志。那6种内在能力，包括营养力、情绪力、认知力、视力、听力甲行动力，鼓励长辈透过定期的量测，建立正确的生活习惯，愈活愈健康。记者郭玉琪、夏桂玲台北报道。台湾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蒋渭水先生病逝满95天，迄当阵伊过身了后，各界有举办大奖状，嘛有纪录片甲翕落来。即马国家影视厅中心是已经修复好势，重新来放送。即有头有面的人，甚至有学生、查某学生，甚至是即个民众无穿鞋来烧送，所以当凸显到其实呢，即个人无定拢是受到蒋医师、蒋先生斗相共。观众若看画面，便是若解说再现日本时代看电影的形式。蒋渭水毋但是医生，也是台湾民主运动的先驱。伊伫1931年8月初5病逝，这是当时翕的蒋渭水大奖状纪录片。在蒋渭水过身满95年，即天公开修复成果。蒋渭水的孙仔蒋兆金先生表示，看到过去有5000人毋惊日本警察的威胁来送别，真感动，嘛认为这是重要的文物，应当爱有较全的设备来典藏。1931年渭水先生过往了后，其实台湾的这个社会运动就去日本政府规个拢解散去啊，会使讲是台湾之宝啦。那应该是讲爱有一个恒温恒湿的这个设备来甲典藏。蒋渭水在生的时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关照劳苦大众，抵抗日本威权统治。蒋兆金表示，蒋渭水过身18天后，总理委员会甲各界伫台北大场顶为伊办大奖状，这是一场社会运动家的告别式，嘛是台湾民众党的党章。纪录片当时，互日本政府禁止放送，然后20年前才出土，由台北市文化局甲宝大买落来，即卖由国家影视厅中心重新修复。5000外的勇敢的台湾人行出来参加这场大奖状，你爱注意讲，这个背后是80外的日本警察，点么干事，你知无？还是偌勇敢的。不管是展览，不管是影片的放映，或者是教育推广的活动等等，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一支修复完成之后的影片，可以被更多市民看见。台北市文化局表示，未来纪录片会透过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来推动放送展览甲教育推广，希望纪录片的历史影像会当进一步发挥文史的公共价值。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再来看行政院文化奖，这届是颁发予电影的剪接师廖庆祥，甲台湾戏剧的研究学者曲坤良，也佮有自然文学的作家齐仁修。李庆秀。不管是台湾第一个得到国际三个级影展奖项的悲情城市，还是充满台湾在地感觉的王道电影《少年的安娜》，后壁都有剪接师廖庆祥的功夫。伊投入电影工作超过半世纪，佮业界学了伊是台湾电影的守门员。廖庆祥嘛和导演好好现顶人做伙成立台湾电影文化协会，继续推动电影产业的发展和创新。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在行政院文化奖的颁奖典礼，有光影、布袋戏影戏和融合传统戏曲的音乐表演。要向得奖的廖庆祥和戏曲的研究学者曲坤良和自然文学作家齐仁修来致敬。廖庆祥是担任这济作品的剪辑指导，最近几年佫投入教育工作来培育人才。深耕台湾传统戏剧和民俗研究正侪年的戏剧的学者曲坤良，嘛得到文化奖的公认。伊兼作家和舞台剧的编导，佮戏剧学者等多种身份，伊先拍拼推动台湾戏剧的保存，嘛积极在推动传统和现代的融合。给我的一些那种整个对戏剧、电影或者是大众眼里的一个亲身观察。曲坤良表示讲，见证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嘛想讲好加在家己观察社会变迁，个当一直学习，甲创作嘛当作是兴趣和一生的职业。自然文学作家齐仁修伫颁奖迄天，同款是安排野外的电影调查，并无亲身参加颁奖典礼。记者综合报道。伫新闻最后，咱搁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7度至35度，中部地区26度至35度，
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东部地区26度至35度，也有宝岛地区26度至33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